人行道由切割整齊的花崗岩鋪砌，道路乾淨整潔。隨着太陽升高，店鋪逐漸將鐵閘拉起，一邊售賣運動用品，另一邊則在櫥窗擺設各種珠寶首飾。店員忙着將貨品陳列整齊，行人則忙着上班。一切如常，除了街道上多了一個野蠻人。野蠻人東張西望，希望能夠找到一些熟悉的事物，然而一切異常陌生，讓他心煩意亂。一輛開篷跑車經過，司機瞥見野蠻人，連忙將車速減緩下來，對他報以微笑，並舉起手指頭，表示欽佩。站在商場門口的保安員看見野蠻人，連忙警惕地將四周環顧一遍，見對方沒有打算闖進來，才鬆一口氣。野蠻人沿着人行道朝前走去，他感到一股詭異的氛圍籠罩四周，那些是人類，毫無疑問是跟自己一樣的人類。他們的五官、四肢體型，以至於神態，都徹底地暴露了他們作為人類的本質。然而，為何他們都穿着奇裝異服？他們的髮型更是獨特，有的剪得極短，露出耳朵；有的頭髮異常柔順，散落肩膀，隨風起舞；有的將頭髮染成玫瑰金色、淡橙色、淺棕色，甚至墨綠色。雖說不同地方有不同風俗，但是我卻從來沒有聽聞過這樣子一個地方。野蠻人沉吟着走了一段路，野蠻人早已察覺，人們都用好奇、驚恐、異樣的目光打量自己。他感到渾身不自在。他經過一間店鋪，外面剛好有一大塊不鏽鋼板，平滑的不鏽鋼板猶如鏡子。野蠻人連忙停下腳步，將自己全身上下打量一遍，沒有什麼特別啊。我就是我，跟平常的我一樣。不過，為何他們？野蠻人察覺到人們的目光，只好刻意避開熱鬧的街道，躲到陰暗的巷子。他重新整理思緒，回想一切細節，卻不得要領。我昨晚明明睡得好好的，一切如常，為何？野蠻人認為自己一定又在發白日夢了，便用力朝自己的臉刮去。他刮完左邊臉，再刮右邊臉，直至兩邊臉頰發紅腫脹才停止下來。痛，原來在夢中也會痛。咦，不對啊，我以前曾經試過發夢，遭別人打了一拳，卻沒有痛的感覺。怎麼現在刮自己的臉會那麼痛？野蠻人舒了口氣，左顧右盼，他感到自己過於清醒，不太可能是做夢。這裏究竟是什麼鬼地方？我怎麼忽然間跑到這裏來了？野蠻人有些沮喪，給自己掌摑一輪後，早已全身乏力。他頹然坐在地上，背靠牆壁，一縷陽光在他腳邊流過。他抬起頭，高聳的大廈將太陽遮蔽，只讓他在地面留下一條狹窄的通道。藍天白雲太陽，那是野蠻人認識的事物。除此以外，一切都是如此莫測高深，難以窺探。他熟悉的房舍、樹林、溪澗、山羊，全都消失了，一切顯得如此突兀，如此神秘。野蠻人躲在陰暗處，他的目光穿過小巷，投放到外面的大街上。這時候，街道越來越熱鬧，店鋪全都開門了，人們急步行走，各忙各的，完全沒有注意到巷子裏的人。那些在道路上行走的野獸，我以前只聽聞過河馬和犀牛，聽說那是比起野豬更巨大的野獸，卻是沒有親眼見過。野蠻人拍了拍大腿，哦，對了，原來這些就是河馬和犀牛，難怪那麼強壯，我今天真是長見識了。他又將目光集中到馬路後方的高樓大廈，不禁一陣驚嘆。那是一座樓高數十層的摩天大樓，由藍色的玻璃幕牆覆蓋，白雲在上空飄過，
透過玻璃幕牆的折射，就如白雲在建築物上移動一樣。那東西又是什麼？野蠻人托着下巴，他在腦袋裏仔細搜尋，卻找不到任何關於摩天大樓的傳說。我家後方的山崖，以及那沿山崖而下的瀑布，跟這東西倒有幾分相似。算了，反正這只是一場夢，不用深究太多。現在唯有等待夢境結束。野蠻人兩手抱膝，緊閉雙目，他希望在夢境中再次入睡。當他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，就能夠回到現實，看見自己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物。嗚嗚，一隻蒼蠅在野蠻人眼前經過，他用力一撥，蒼蠅輕巧地避開。不一會兒，那隻蒼蠅停留在他的耳朵上休息，他用力一揮，蒼蠅已然逃去。他有些不耐煩，張開眼睛，仍然是那條小巷，一切依舊。他並沒有回到自己熟悉的床鋪。野蠻人望着外面陌生的世界，感到有些失落。他忽然聽到身旁的竹筐傳來一陣蟋蟀聲，卻是一隻老鼠。老鼠小心翼翼地朝野蠻人的方向前行，一邊找吃的，一邊謹慎地觀察四周環境。野蠻人托着下巴，無力地說道：唉，你已經是我感到最熟悉的東西了。老鼠聽到聲音，連忙擠進一堆發泡膠箱之中。嘿嘿，連你也嫌棄我嗎？野蠻人望着老鼠消失的地方，沉默下來。